喺條片開始之前，我要同各位戴個頭盔，因為呢個唔係一個正經嘅手機 review 片。如果你想繼續喺度聽我鳩噏呢部紅米 K60 Ultra 同我之間嘅故事呢，你可以繼續。但如果你唔中意呢，你可以 click 呢度退出。咁依家馬上去片。如果你話紅米 K60 Ultra 有咩嘢可以吸引到我當時首發就買低嘅話呢，就係佢16G 加 1TB 嘅配置做到3300蚊，1TB 係至緊要嘅。當年呢，就係因為 K50 嘅空間太細，得個256G，用到大學畢業之前呢，就已經快用爆啦。所以喺我收到人生中第2份人工之前，就提前喺官網落訂咗呢部手機。咁開箱嗰日係好開心嘅，台機又新又順，送埋耳機同埋手環。唯一唔開心嘅呢，就係我部紅米 Note 9 5G 壯烈犧牲咗。我唔知點解嗰日可能天氣太熱，又點樣掉喺個袋入邊，興得滯。唉 ，rest in peace。後來呢，就算佢重新吹翻粒 SOC 都救唔翻嚟。唉 ，rest in peace again。真係舊的不去，新的不來。新手機呢，就梗係會有啲新功能、新改變，比如話雙 5G 相通。我打電話嘅時候，終於都可以電話卡打電話，流量卡繼續上網啦。之前 K50 係得個 5G 加 4G 相通嘅，我唯有切我張電話卡到 4G 先 OK。再比如話有更快嘅充電、更快嘅相機對焦速度、更持久嘅高刷新率。除咗個電池容量差咗 K50 少少，其他基本都係提升。咁仲有技術進步帶嚟更加好用嘅屏下指紋識別。雖然話 MIUI 都係限制咗佢指紋手勢功能，雖然佢都係所謂嘅短焦指紋，但個識別率咧起碼好過我台 Realme 或者之前台小米9。真係每用一台新嘅屏下指紋手機，都會有更好嘅解鎖體驗。咁當然啦，最大嘅提升都係個 1TB 嘅儲存空間。真係到現時為止，我未清理過一次垃圾，個空間都淨係塞咗一半左右，即係估計多2年個空間都未必塞滿嘅喎。但係如果話呢台機有咩問題嘅話咧，就係每次重啟嘅時候要等好耐先至入得到個動畫入系統，即係個時間長到有幾次我以為台機死機咗，要強制重啟，點知強制重啟完佢又係咁慢。不過所有嘅新鮮感係攞到手3個月之後就消失晒啦。因為講實話，一部 Android 手機可以日常做嘅嘢就係咁多。見到親戚換咗部影相好好嘅手機，你話係用麼？佢發啲相去微信咪照樣都唔發原圖。見到個同事換咗部8張3，咪都係每次要俾錢嘅時候佢就話佢手機冇錢，荷包冇電。見到曾經的他同你一齊買嘅 P30 換成咗 Mate 60，sorry 見唔到。再加埋2、3年畢業之後咧，就直接返工。第1年返工咧，自然就冇乜時間抽出嚟去寫文章，再去拍片。以前一齊拍片嘅朋友咧，都去咗唔同單位上班，自然個 channel 就慢慢停更咗。生活亦都慢慢變得2點一線化，上班落班，上班落班。每日台手機最高頻率打開嘅3個軟件就係 QQ、微信同企業微信，因為要同客戶啊、供應商同埋公司其他嘅人交流。而數碼市場咧都喺度不斷嘅發展，從 K70 到而家 K80 Ultra 都有各種消息啦。呢部 K60 Ultra 逐漸淪為咗一部普通嘅 daily driver。生活繼續行緊，到咗24年年中嘅時候，終於可以每日擠啲時間搞其他嘢啦。我屌你當時幾唔興奮啊！嗱嗱聲攞台電腦寫低咗第1版紅米 K60 Ultra 嘅 review， 哇，非常之 tradition 嘅一篇 review 文。參考 channel 以前啲風格啦，開篇特色、缺點、總結，一抽落嚟，同其他人 review 手機嘅文案結構咧非常之類似，但係講嘅咧都係呢個 channel 關心嘅嘢，啲咩 5G 啦、Google 啊、點咩 VoLTE 啊、5G 相通，但係咧我硬係覺得唔對路，所以呢條片就冇出街。咁生活繼續行緊，日撚日返工咧就返到24年年尾啦。又有時間開始準備寫第2版嘅 review， 但係嗰陣時咧，公司又開始傳聞話咧又要裁員降薪，屋企人咧又成日刷啲佬喺財經短視頻，驚啲現金貶值，開始谷外睇樓，真係又驚我以後成世做基層喎，
要叫我研究下，在職研究生點樣啊，考啲咩職稱點樣啊，唉，我都明屋企人嘅良苦用心啊嘛，呢啲係人都想自己嘅仔望子成龍望女成鳳係咪先？但係真係好撚煩，你每日就得個24個小時，你做呢啲嘢做唔到嗰啲嘢㗎啦，係咪先？而更大嘅問題就係呢個世界每時每刻都喺度更新緊，無論係正常嘅迭代更新，定係廠商為咗混淆用戶而發表各種所謂嘅貼牌啊、換名嘅產品啊，都喺度無時無刻刷新緊用戶對於呢個市場嘅感知。再加上各種所謂嘅新奇概念同埋啲屌閪縮寫，我真係我一碌文章，我屌你，我睇唔明，我操啲乜閪嘢嚟㗎？我驚啊！屌，即係當年啱入數碼圈嗰時，我成日笑人哋，喂，屌你啲概念咁閪簡單，你咁都唔閪識？喂，反而到依家，可能係啲人同我講，我屌你個逼佬，當這點東西你都不知道，唉 out。所以我都一直唔知點寫第2版 Kaolin Ultra 嘅 review， 一直到咗25年年初，而呢部 Kaolin Ultra 喺每日高強度嘅使用之中，個電池壽命都跌到90%以下啦。如果你話之前讀書嗰陣時，每年開年都有咩新嘅期待嘅話，咁呢個2025年真係帶住屋企人嘅要求，又帶住公司嘅壓力，屌，真係。而台 Kaolin Ultra 咧，亦都跌到同小米9一樣嘅充電水平啦，起碼都係1日2充。咁當然呢個都同我嘅使用習慣有關啦，每日都要同啲咩客戶、供應商各種嘅單位、各種區交流，而公司台電腦佢上唔到外網，我唯有用台手機先至可以溝通得到。而我依家都發現，每日10點半之後，我成個人就冇精神啦。依家仲差15分鐘，即係我同台手機一樣都逐漸變殘咗。但係起碼，喂，手機咧係可以換嘅，但係人咧就得個呢一世嘅啫喎。所以趁住我依家仲有少少精神，我寫低咗呢份第3版嘅紅米 Kaolin Ultra 嘅 review。直到依家我都係問緊我自己，呢部 Kaolin Ultra 喺我手上已經喪失晒所有嘅新鮮感。咁我浪費咁多時間出呢條片嘅意義喺邊度？真係分分鐘搞啲咩 K50改造遊戲機計劃啦，咩 ZT 嗰個咩 Exxon 咩 A311 Pro 嘅 review 啊，都可以糾合多啲嘢出嚟。但係我硬係覺得我要將呢一步跨過去，我先可以做其他新嘅嘢。我亦都唔想我自己部 Kaolin Ultra 淪落到一啲存在感都冇，就好似我都唔想我自己喺呢個世界上一啲存在感都冇咁樣。我必須承認，從畢業見工開始到依家，我都唔知要唔要繼續做 review 拍片。咁如果你哋見到呢條片出街嘅話咧，咁就係代表即使前途一片迷茫，我哋都喺度繼續前進緊。It's my goal。唔係喎，屌你依家阿比妹字卡嘅風評咁差，你仲喺度講買高嘅，完啦，落差屌！今日條片就去到呢度，鍾意嘅話咧就畀個 like 同埋訂閱 channel，我哋下次再見。希望下次更新唔好再係咩1年之後啦，下個月。錄完收檔。咁諗下先，仲有3月份出片嘅話，如果我3月份唔係我2月底出片，我3月份肯定都冇所謂。我現在他媽有的是時間，他媽的上個 B1 班真的是，他媽4000多的工資，上個 B1 班真的是，唉，走咯。喺條片開始之前，我要同各位戴個頭盔，呢個唔係正經嘅手機 review 片，review，操！佢講得冇錯，我係要睇翻嚴絲豬鳳嗰條片，屌，咁咪卡殼啦，現在。